主后2024年12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恩典之下的恩典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罗马书第5章第10到14节。既然咱对神受称作义人，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。咱对神通过基督，通进入现在在享受这个恩典，欢欢喜喜盼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。毋若安尼，伫患难中，咱犹原欢欢喜喜，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盼望，盼望袂直到见效，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咱要软弱的时，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，为着有罪的人死，替义人死差不多无，替好人死检采还有人敢。不过，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，咱要是罪人的时，基督有替咱死。现在基督已经为着咱流血牺牲，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伊搁较为救咱脱离上帝的受气，因为咱要求做上帝对敌的时，伊互家己的囝替咱死，互咱甲伊搁和好。既然搁和好，咱搁较为因为基督的活来得到拯救。毋若安尼，咱现在已经通过基督甲上帝搁和好，嘛为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上帝做夸口，做对一个人进入世间，死嘛地入来。结果所有人拢为死，因为所有人拢有犯罪。还未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伫世间，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作罪。毋过对亚当到摩西迄段期间，死伫支配全人类，连无犯着亚当所犯的过失的人，嘛着死。亚当是伫要来迄位的有表。伫恩典之下的恩典。伫洗礼课程中，捌有人问讲：既然保罗讲咱受称作义人是因着信，毋是靠行为，为什么受洗了后还要遵守真济规律呢？今仔日咱读的罗马书第6章第10到14节，拄好伫回应这个提问。保罗讲：咱既然已经脱离罪的管辖，搁照着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性命，该继续生活点罪孽，通好互上帝的恩典显得搁较丰富无？敢讲咱想要一次搁再一次犯罪，搁再一次又一次享受白白恩典？当然袂当安尼。当咱受洗的时，就代表迄个原本活踮伫罪中的咱，已经甲基督耶稣同死、同埋葬，搁照着上帝的带领，甲基督同搁活。也就是讲，当咱接受洗礼的时，代表咱已经死一次，搁得到新的生命。既然咱领受新生命，就要活出新的生活。新生活的模式，搁较爱甲新生命相呼应。因为安尼，咱的行事做人也着有所改变。既然咱已经照着信耶稣基督受称作义人，就无需要搁再活靠行为来得到称义。受洗了后的言行，乃是为着回应上帝白白赏赐的恩典。因为咱性命一切既然属伫上帝，就着诚侪下伫上帝公义的器皿，互上帝主爱的义伫咱的心上彰显出来。脱离罪的管辖，无踮伫律法之下，无代表咱就诚侪脱
强的野马完全无受控制。相反的，咱是受到更较大掌权者的管辖，所依循的法则，毋是世上的律法，是上帝国度的诫命。迄上大的诫命，就是爱尽心尽意、尽性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是耶稣基督所留落新的诫命，也是咱着遵行的规范。全然将家己投入听上帝的行列，咱必须有圣洁的生活，约束家己的身躯，将家己献予上帝，活出伊所喜悦的样式。伫恩典之下的生活，甲咱想靠着遵行律法称义是全然无共的。过去咱伫法律较侪的管辖下面，就亲像学生必须遵守校规共款，若像受迫伫无奈搁不得不的情形。学生若想要伫学校得到荣誉，也是避免受处罚，就必须遵守学校的制度甲校规。当学生一个毕业，才会当脱离迄个规定。总是伫上帝恩典之下的生活，是对找更较悬的自我目标甲价值，并毋是受法律规范遮做，阁是因为知影有更较悬的生命目标，在努力展现自我的生命价值。若有所约束，也是出自甘心乐意。就亲像保罗讲的，伊是自由的人，但是为着主，伊甘愿做奴仆。这拄好是保罗伫上帝恩典下面的生活样式。伫恩典下面的生活，意思是需要较侪切割，小心约束肉体的情欲，搁将家己献予上帝，互家己的生活下伫上帝的公义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若无经历死亡的威胁甲痛苦，就无法度体会你白白的恩典。我愿意做死，你活，求你赐我气力，互我远离罪的管辖甲诱惑，搁会当活出你的样式。奉主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